2025年中央1號文件發布，事關戶口遷出、回村落戶建房，5月1日起實行。2025年5月1日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式生效。根據該法第13條、第17條和第18條嘅規定，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上學、服役、務工、婚姻等原因，戶口遷入城鎮轉為非農業戶口嘅，除公務員（唔包括聘任制公務員）內，家裏仍有房屋或土地嘅承包地、自留地等，經所喺嘅村集體經濟組織同意，可將戶口遷入農村，重新獲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其他村民同樣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嘅權利，包括依法申請攞得集基地使用權、參與分配集體收益、集體土地被徵收徵用時參與分配土地補償費等。2025年中央1號文件發布，事關戶口遷出、回村落戶建房，5月1日起實行。2025年5月1日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式生效。根據該法第13條、第17條和第18條嘅規定，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上學、服役、務工、婚姻等原因，戶口遷入城鎮轉為非農業戶口嘅，除公務員（唔包括聘任制公務員）內，家裏仍有房屋或土地嘅承包地、自留地等，經所喺嘅村集體經濟組織同意，可將戶口遷入農村，重新獲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其他村民同樣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嘅權利，包括依法申請攞得集基地使用權、參與分配集體收益、集體土地被徵收徵用時參與分配土地補償費等。